宜兰甲边国中小的15位老师甲学生，预计7月初5的时阵，要使芳船驶台湾一日。过程当中，也会邀请全台湾36间临海学校，计共500多人来船顶体验，做伙来学海洋本色。 学生驶4只帆船伫海上练习学航海技术，了解海况。宜兰县甲边国中小15位师生按算7月初5驶重型帆船，对苏澳港出发，先到基隆，再到澎湖顶离岛，驶台湾一日。囡仔先透过驶4只帆船来熟手。共是要28天，1939公里，大概是1047海里。 这个航程大约28天，1938公里。国家海洋研究院也派5位科学家做伙去查海洋浮漂、温深盐仪等仪器，和学生检测海洋本色、海水表面塑胶微粒仔、海水酸碱度、甲溶氧量等调查，深入了解海洋污染的情形。 然后呢，他们会携带价值250万的科学仪器，然后上我们的帆船，跟着小朋友一起航行。在过程中呢，会教导孩子们去观测洋流、波浪、海水的水质，还有湖浚的特性等等。 这2只重型帆船分别是光卡号、甲阿密号，除了甲边国中小全台36间临海学校500多位师生伫船对到的时阵，也会登船体验做非常这节海洋课。怕自己途中会呕吐等等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我绝对不会吐的，因为我以前搭船都没有吐过。 因为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及体验，会让我觉得很好奇，也会感觉很紧张。学生对出航是真期待，佮惊吓，真烦恼心存，因为平常时就练习白梭等技术，对成功驶台湾一日也是真有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